18，我哋今日嘅任務咧就秉承我哋華渣嘅文化嘅精神，將我哋華渣信俗打造一個金名片，希望咧今日嘅巡遊活動咧向我哋國家繁榮富強，澳門市民安居樂業，個個身體健康啊！好讓我哋今日嗰個賽車活動順利完成。好，多謝機嘅全港機區，個個身體健康。好，你講幾句？順利，大家。好，咁向先今天也是庆祝回归香港29周年。国家国菜有吗？特別行政區嗰2日回歸祖國，希望繁榮富強居民，澳門市民安居樂業。我是吴亮，恭祝大家吴亮。
接菜。彩頭，生意樓身體健康。接菜。生英龍。我哋老人做身，大家有文明高咧，就去嗰個廁所自己做休息。係啦，係啦。水，放水跟住就接菜，接菜，接菜，接菜。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。好，唔該晒，唔該晒，身體健康。生英龍，身體健康。接菜，好。
台山野路。好，接翻個彩頭，山英路。簡體寫啦。